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1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今年的边溪天顶节，昨已经正式起过咯。而且六美馆的主顶是虎的造型，看起来真古锥。新北市长侯友宜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捌伫主顶提议，希望讲疫情会当压落来，台湾会当继续进步。更多的感动，哇哦！像爆破的天顶慢慢飞起的天顶，点到平溪暗暝的天顶。2022平溪天顶节12开始。虽然天公伯也无到3天，有淡薄落雨，不过也是有几落千人来放天顶，迎接虎年新春。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伫咧主顶顶头写“点光升北，美好台湾”的愿望。今年大家最重要的是要把疫情守住，让平安最好。让我们台湾能够不断的往前走。20尺悬超大型的虎虎造型主顶，高水高起人。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第一遍参加平溪天顶节，用英文写“健康快乐”。I wish for health and happiness for all of us. I'm very excited. Oh, it's your very first time, right? My very first time. I've seen many, many pictures, but I'm delighted to see it in person, and I am so glad it's not raining. 受疫情影响，去年平溪天顶节取消，今年也因为防疫，分做8个梯次放天顶。这边只敢若放100趴天顶。今年平溪天顶节总共有2场活动，上面一场放大型天顶的晚会，会伫15元宵节伫咧10分广场举行。主办单位讲，迄天会有交通管制，希望大家若要来，尽量坐火车或者是大众交通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疫情，咱昨国内增加49例带病入境，甲11例本土。这个本土个案当中，甲高雄沙石场的群组有牵连的上介济有7例，计共一共27个人确诊。另外，国内有一寡传播链已经找到源头啊，亲像是5姊妹的家族小话，甲高雄沙石场的群组，拢甲高雄港有关系。也若是新北嘉联1个移港群组案，是对桃园机场迄边传出来的。国内新冠肺炎疫情，12拜六新增加11例本土的病例，其中跨县市5姊妹家族今年北到苗栗去行村，甲另外一例案例19601，期间所在有相关什么因素确诊，也需要调查。桃园机场清洁员例行采检新增加1例确诊，不过因为CT值真悬，也需要复验，怀疑是旧案。高雄沙石场相关的互相烧话是新增加7个人确诊，包含员工也有员工的苗栗的亲情，伫过年期间捌斗阵食饭。总计7个高雄表兄弟斗阵食饭的案件所衍生的沙石场相关互相烧话已经扩大到27人。沙石场的群聚现在有27人，比较多的就是今天讲的这19584，他家人同住的家人跟非同住的家人，加起来总共有10位。另外，桃园新增加1个家庭互相烧话，伊个下旬对中国返来台湾的老爸，即阵暂列做境外移入，是案例19592，伫防疫旅馆隔离14天，解除隔离了后，倒来厝的出现症状，经过采检确诊。后来佮话大港位的2个查某囝，指挥中心真怀疑感染源真可能是伫防疫旅馆。在境外这个移入的我们也是高度怀疑。那不过这都需要去厘清的了因为在时间点上面。在里面稍微早一点，不过它因为没有像其他个案就拉得很远，所以需要再厘清一下。另外，上新的病毒基因序列结果也出啊，跨县市家庭互相烧话，甲沙石场互相烧话基因序列，拢甲高雄港这个烧话相符，证实这2个互相烧话源头拢是来自南部。另外，新北树林移港互相烧话基因定数是甲桃园机场的互相烧话符合的。推测还是跟这个可能先前的亚旭公司的这些移工也许有一些尚未明确发现的一些流行病学的相关联在然后把这个病毒有带进到这个树林的电子厂。另外，美国的研究发现，第3档疫苗注射4个月了后，体内抗体下降，必须注第4档。不过，但市长强调，国内今年1月初才开始注第3档，即阵无注射第4档的急迫性，若是有需要，指挥中心采买量有够大家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昨甲高雄沙石场相关的7例当中，有3例是伫咧台南，其中有2例是爸仔囝。
这2个人伫咧确诊进前互隔离的时阵，佫走出去买物件。台南市政府甲因一个人罚20万。另外，标的有一个是伫咧过年期间捌去过确诊者去过所在食冰，虽然讲因是无共时间去的，不过验出来也是确诊。工作人员在立月宫高雄南马溪厂区的 K23办公大楼来做消毒，因为新北高边5姊妹仔看管区家属互相烧的内底，一个在确诊的5妹才是立月宫的员工，伊车北北到公司去上班，市府也赶紧报列伊工作上这相关的接触者。相关的联系以及在不管是在场内或者是在社区的风险，我们就会进行详细的一个疫调跟清查。高雄昨日无新增加本土案例，不过高雄三石场互相烧话，甲新北高边5姊妹仔看管区家庭互相烧话，却是影响到外管区。台南新增加3例确诊个案内底，其中案例19599、19600是爸仔囝。老爸甲高雄三石场互相烧话确诊者195例是同一工作场所，造成爸仔囝2个人确诊。高雄砂石场的部分，指挥中心在2月11号公布，那我们这2位这个市民就是被匡列到，就去采检。那我们台南市的这个个案，60多岁的男性是1960年是砂石场的员工，那跟他同住的是他的儿子台南市府赶紧消毒确诊者去过所在，因为毋拿沙石场互相烧话一直传。台南另外一个案例19601，20多岁男性，伊过年时捌到苗栗县的仙山仙草边甲看管区家族互相烧话案例19440这3个人，拢去过遮，毋过时间无同，车则被包列采检了确诊。传染途径是相当清楚的哈。那另外呢，所以说针对这个19599、19600跟19601，分别已经做了。这个扩大的这个筛检。看管区家族互相烧话影响范围包含新北高屏甲台南市的管区，而上早确诊的机票个案，也就是5姊妹仔内底带高雄的4姊案例19431，在日经电视公布了后，发现甲高雄港相款，也为到底是安怎画到的？高雄市府正伫调查这个感染源。记者自综合报道。伫苗栗的竹南，昨有5个本土病例，因为其中有一个捌甲高雄沙石场的病例接触过，车衫甲伊的亲人食饭的时阵，佫喂互因，所以苗栗已经紧急设社区快筛站。另外，伫咧台中港有咧做离岸风电的工作船水前轮，有4个外国船员确诊，码头已经做好大消毒。苗栗竹南镇12早起，真侪所在拢出现来消毒的人，引起民众议论。县府赶紧召开记者会，宣布新增加5名本土确诊案例，其中住伫竹南62岁女性案例19622是机票个案，尸体单是23.2。伊甲高雄沙石场团部连内底案例19580、案例19584，伫过年期间捌接触过，结果3个人先后确诊，也造成家族内底互相烧话感染。初三，他们有回到苗栗跟家人，就是苗栗这边的家人一起聚餐。针对他的家人，在昨天晚上呢就入夜做采检、送验。那最后呢是他的媳妇以及2个孙女也是确诊。苗栗县卫生局讲，这个家族互相烧话，总共包列接触者29人，伫厝隔离，未向完成 PCR 采检。其中案例19622带斗阵的新妇，2个查某孙，甲无带斗阵的大姊拢是阳性，总计是5个人确诊，已经收治伫专职的病院。因去过所在包含餐厅、公园、市场、诊所甲银行拢完成消毒。这种医院继续伫调查，官府也宣布伫竹南的自由病院来启动社区的检查站。中午12点开始就已经开放到晚上的8点、20点的时间但是要去做快筛的部分希望带身份证、健保卡。台中在医师团出停伫台中港17号码头的离岸风电工作船水前轮有4个外籍船员 PCR 采检是阳性，由救护车送到集中检疫所去隔离治疗。台中港务分公司也加强来清洁消毒。那这4名船员呢？我们这个中央疾管署立刻把他送到台中的集中检疫所去。所以这4名外国的船员，他没有台中境内的足迹史。画到人经过中央判定是境外移入，无台中的相关卡链。船顶另外12名采检阴性的船员也伫咧船顶隔离中。记者自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公布去年第3季全国主体新增加的厝贷平均利率，大约是1.52%，是有史以来上低。不过，平均的贷款是爱纳287
期得要24天，嘛是破有史以来上长的纪录。接落来看联合报，咱台湾去年最高法院无判死刑定案的案件，法务部嘛无执行任何死刑，是头一遍一年来2项拢无做。虽然讲咱台湾也未废除死刑，但是嘛已经慢慢行向迄个世面。上尾是中国时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真紧张。北京的安全顾问苏利文就警告讲，两国随时会相战，呼吁美国的公民都要赶紧离开乌克兰。美国的总统拜登嘛下令加派3000个美军去波兰，防止有任何大司机起诉的行为。另外，咱的总统府昨嘛呼吁讲，咱台湾的侨胞都要赶紧离开乌克兰。原本农委会是要求鸡农先卖去鸡卵的计销，不过因为欠卵的情形一直无改善，所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宣布讲，鸡卵的产地计销和大卖价要起2块。另外，为了降低农民的成本，饲料业者和政府已经讲好势，暂时未起饲料计销。不过有农民就表示讲，早就已经起过一波，即摆才讲好已经无意义。货架顶一人鸡卵，前一天下昼才进货，无到1天时间，早已经互民众买了。为了解决欠卵问题，政府下令冻起大卖物价。小卖商敢是缀得起？台北的东湖市场店家看法无同。它涨多少我们就涨多少啊，对不对？哎，一定是，那不然我们要亏本也不行啊。目前是没有，因为再涨上去实在是太惊人了。因为鸡卵未符供应，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宣布放令卵价冻起措施。昨日开始，鸡卵的产地价甲大卖价各提悬2块，起到36.5甲46块，佮继续补助卵鸡农每台斤3块的生产奖励金。只是不少民众到市场买卵有缘买无，对卵价提悬，部分民众认为无法度避免。我们一般家庭主妇当然期待价钱合理，那就是觉得说，哎，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来使用它。如果缺货提高很正常啊，暂时性吧，就先忍受一下。另外一方面，行政院副议长沈明珍甲饲料业者座谈了后，也达成共识，暂时无起饲料计销。以缓解鸡农甲猪农等成本起的压力，也毋过有猪农认为，进前饲料已经大大起价，就算即马冻起，实质帮助也无大。最近听了厂商伊讲要冻涨，即摆起到15块外，冻涨无啥意义啊。想办法要去加开玉米的采购让玉米的现货行情跟采购成本不要差那么大，辅导一些养猪户寻找比较本土的替代性配方啊。即马平均饲一只猪成本需要加付出500，等于是了钱来饲。婚姻关饲猪协会表示，若讲爱猪农配合，无起价会减少饲养意愿。等到7、8月肉类需求高峰，猪肉供应可能会阁出现问题，形成新一波恶性循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油价情形，对明仔开始，汽油要起考2，柴油起考4。学者就烦恼讲，油价继续起落去，进口的原物料就阁起，国内用品恐惊就会起袂煞。为要省1点仔交通支出，不少人赶伫油价起价进前先加原油。也无看到最近油价起甲真厉害，车特别驶袂起啊，通勤族挡袂掉，为了省钱，即马拢改骑奥多拜。就是汽车比较有感受，骑摩托车就还好，没有必要的话就少开车。国际油价大起，西德州原油、布兰特原油每桶已经起到93块，连续8礼拜起价，搁较创7年来新高。13反正国内油价，汽柴油将分别起块2、块4，九五保险每公升将起到31块4角。国际油价起，进口类食品搁面临起价压力。这个是来自越南的河粉。像这间越南料理强调店内所有的粉条、米线，拢是为越南进口，甚至连法国胖、米粉、韩贝粉拢是伫越南生产制造。去年因为碳价问题，进口成本已经起2-3成。若讲搁加上国际油价起，无排除下半年会搁起价少。现在疫情的关系，就是我们还在观望。那第3季的时候才有可能去做调整。那要调整的话，大概也是调整10块。学者分析，若讲油价继续起，进口类原物料真歹当然卖起。另外，耐久财、不动产、大型家具、汽车售价恐惊也会反映成本。光是运输成本的压力会推升它的一个进口物价的成长，短期之内不太会明显的下降的一个情况。
美国为了抑制通膨，预计上紧3月升利息。学者烦恼，若讲国内低利升利息，间接影响出口，一旦出现天地性通膨，对经济冲击上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调查，台湾去年总欠工的人数有得要25万人，不少产业毋若欠工，嘛欠中高价的人才，亲像是电子业、制造业和餐厅服务业是上较严重。内场服务生甲柜台商一个人起薪是4万1，切薪水是比业界行情较好。丁泰丰年后是欠120个职位，吸引上百人来面试。上一份工作也是餐饮的工作，然后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就不幸的经营倒闭。鼎泰丰的薪水就是比较高，所以想来试看看。台北就业服务处表示，最近欠工的情况真严重，尤其是餐饮业。根据外界认为讲是低薪水的产业，这种为了抢人才，拢提悬薪水的台步。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全年的失业率升到3.95%，创下7年来的新高。而且去年大欠工，台湾总欠工的人数达到24万8千人，其中尤以电子业、制造业加餐饮服务业上欠，欠的相关这块是增加2成。接单持续畅旺的这个正面的影响，在科技跟制造业部分持续有缺工的一个这个状况，所以释出的职缺又比去年同期大概增加了这1到2成。专家分析，为了抢人才，欠工的产业整体薪水台步提升5%，不过今年慢慢走出3级警戒这个阴影，失业率可望维持伫3字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白宫公布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一份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会甲有志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嘛支持咱台湾加强家己的防卫能力。美国白宫公布总统拜登任内头一份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要甲区域内外伙伴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包括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也佮有营造台湾的未来会当依照台湾人民意志甲最佳利益，透过和平方式决定的环境，而且维护台海军事侵略，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甲其他国家合作来因应跨国威胁。对此，外交部表示欢迎甲感谢。对于美方在印太战略中凸显对台湾的重视以及承诺，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台海和平稳定不仅符合美国以及区域国家的共同利益，台美对于维护自由民主价值更具有共同的理念与目标。对报告内底有讲到美国的扩大海岸警卫队国际合作的部分，学者分析，美国海巡有司法警察身份，伫这项任务嘛，更有长久的空间，而且体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不过，嘛学者对这份报告有无同款的解读，认为美国甲台海问题国际化。因为海警在相对来说，它距离海军，它比较不会有这么多政治或军事上面的遗憾，特别是美国的海岸巡防队。它的实力跟能力基本上都会比亚太的一些小国家的海军总和实力还强，所以利用它来作为一个交往互动的平台，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台湾海峡到目前为止航运畅通无阻。假如呢每一个人都来指三道四，最后很可能反而不能真正去解决问题，反而自私一分，让问题更加的复杂。各地白宫发布这份报告的同时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唔拿伫澳洲参加美日印俄四方安全会谈，而且甲澳洲的外交部长派恩相并会谈的时阵，嘛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郭彩郭志玲台北报道。台北大稻埕有一间装潢业力大方，超过120年的老厝合作合成堂，平常时是提供人拍片较济。不过，因为老厝的修复要开真侪钱，产权的问题嘛无好处理，所以有专家就建议讲，应该由官方到处理法规甲经费的问题。插座的门面、古式的装潢，经过民众拢会好奇探头看。台北大稻埕地区的人家厝合成堂起伫1895年，平常时只有做私人用途，无开放参观。因为装潢华美，真侪古董有咧做互剧组做拍片等等使用。这间厝是阮爸爸伫1951年在这个所在开店的。当时来的时阵是共租的。做了大概6、7年出头家就卖阮爸爸啦。头尾都要收6年外，6年外敢若开维修建筑费用3000几万啦。
修复老厝除了真开钱，老厝团过几落代产权复杂，而且若要修复，嘛可能找无专门的建筑师，也是伫法规的部分卡关。有一寡建筑技术规则、消防啊，有障碍这等等，这拢爱注意嘛。但是这是文字法拢会当去排除，这个时间申请的时间会较长。产权的部分，文化局因为这个是属于私权，文化局就真的没有办法提供。但是如果是经费的话，比如说像是文化局或者是中央，其实都可以提供补助。修复老厝开钱搁开时间，一般民众真恶负担。你大家认为，若是有一个官方平台，由官方提供法规甲经费的帮助，配合民间的老厝甲有兴趣的团队合作修复经营，才有机会解决问题。记者郭不稳定由凯丹波罗张有水台北报道。最后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15度到25度，南部地区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4度到1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